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咧同大家嚟睇一個嘉湖山莊嘅上湖居啊。咁有好多客咧就話我想要平，要交通方便，又要附近有得買餸啊、食嘢好多餐廳啊，又要行到去地鐵站，即係西鐵站啦。咁有咩屋苑咧？咁我都係推介嘉湖山莊嘅1、2期啦，樂湖居、上湖居。咁啊，同大家上去睇下。嗱，上到嚟上湖居睇下呢個2房嘅單位。咁啊，實用面積咧448尺，咁啊即刻同大家睇下先。咁一入門口就係呢個大廳啦，咁啊望下出邊，出邊咧就係望住天耀村嗰個位置，樓下又係巴士站啦，咁啊一落樓下就有得巴士搭噶啦。咁呢度都係出市區啊，咩巴士都會經呢度噶啦。咁啊入翻嚟客廳嘅位置啦，咁啊望翻嗱，一路有鋼琴喎。咁啊，前面飯廳嗱，飯廳又係近咗呢個位噶啦，有個通風窗，兩邊對流。咁啊，以前呢啲樓嘅設計咧就好在夠通風。咁啊，廚房啦，咁啊呢個單位你買咗都係要裝修下噶啦。咁啊，廚房啊有明火有窗，咁啊符合好多人嘅要求嘅。啊，望翻個客廳先，因為去睇埋個房呢間，因為佢真係咧好平嘅佢嘅價錢。咁呢個又係衣室啦，咁啊窗台喺前邊嘅，咁啊可以用埋個窗台啊，上咗半張床上去咧，咁呢間房咧就闊好多噶啦，好好使噶啦。我哋睇埋洗手間，洗手間就呢個原裝啦，啊廁所有窗，相當之正啦。浴缸嘅設計，咁啊睇埋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。咁亦都係啦，用到個窗台嘅呢種係衣室。咁望翻前邊都係天耀村嗰個景觀啦，樓下巴士總站。咁啊出翻嚟，咁呢啲單位平咯，一個字平可以解決所有問題。嗱呢個單位咧印花稅係可以做到好平嘅，咁啊有興趣歡迎聯絡我，可以帶嚟睇下。